关注保守咱，也看顾咱啊，教主的旨。
人就掠阮做基督的采用，做上帝这个奥秘的管家。各所仰望伫管家的，是爱得以尽忠。咱三角的吟圣诗，圣诗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请起立。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我为伊我苦，所幸无求主。为着可怜我，你把受苦痛。愿一切我路，由你来投放。你就是慈悲稳定的君王，应全力伫你万民所尊重。有你当降临，以愿心掌管，献出你纯洁，我更来照愿。你就是我命，愿对你成尊。一切的恩惠，在令你所分。有你用信心，宽容扶持我，使愿有亏难，行水电顺转。主你有信心，完全的温顺，你白目献出，赞林甲痛恨，愿你受思愿，丰盛的恩惠，对完全合一，和海来徛起。如去你我，百位无望，主你有应允，所信无空空。有事愿平安，主宰甲确信，为你对开难，互阮愿坚信。请咱犹原徛伫，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阮儿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各位人。无伫带阮入入去，就救我脱离迄个歹。国、英、灵、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刷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喂，喂，咱三个来，咱三个来启用，先开圣诗后壁启用文第12篇，嘛是诗篇的第40篇。歹势。
我耐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教我呻吟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接下来，全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成就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这事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这声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从。咱三个阿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上帝，阮感谢你，因带阮南门教会兄弟姊妹，搁一摆来到拜堂敬拜你。后礼拜，阮要举行阮全教会野外礼拜，这是阮即几年来搁一摆行出教会。到外面敬拜的野外礼拜，阮回想即几年，阮经过严重的疫情，感谢主你保守阮平安，也引带阮的教会伫疫情中间，阮会当庆祝设教70年。搁一摆，阮见证伫这70年中间，阮经过苦难，阮犹原徛在，也的确伫新的时代，阮要通过服侍，通过学乐。阮的教会要得到阳光。阮伫搁一摆新的野外礼拜中间，阮嘛是要，阮通过苦难的见证，阮要见证你是独一真，搁疼世间人的上帝。所有的试炼、危险，所有的病毒，拢伫你的业力中间，你互阮平安。今仔日的会员和会，阮要通过选举，要选出主你所要用的长老甲执事。要来服侍上帝，伫你教会服侍众人，传扬福音。求主看顾选举的过程，会当一切顺利，选出主你所呼召的人。阮所选出的长老甲执事，嘛有充满的信心，会当来回应主你的呼召。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摆咧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咱要请圣歌队，因咧吟的诗是有一位救赎主。
真多谢圣歌队真水的学老，真水的服侍。咱三个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9章46节到56节。路加福音第2位是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学生中生起辩论，看是水要最大。若是耶稣看出因心内所辩论，就牵一个囡仔，互伊徛伫身边，则甲因讲：既然为着我的名接纳即个囡仔的，就是接纳我；既然接纳我的，就是接纳找我的。因为恁众人的中间，第一微小，伊是最大的。约翰因讲：先生，阮捌看见一人用你的名赶鬼。阮就禁止伊，因为伊无甲阮对立。耶稣对伊讲：无得禁止伊，因为既然无攻击恁的，就是为恁。耶稣受指接上天的日期要到，就决意耶路撒冷来行。找使者做头去，因去入撒玛利亚人的一个乡舍，要甲伊备办。若是因无接纳伊，因为伊耶路撒冷在行。伊的学生雅各、约翰看见安尼，就讲：主啊，你爱阮叫火对天落来，袂因嘛？耶稣活转身责备因，大家就去别个乡舍。第2位圣经是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搁恁平素对恁的过失、恁的罪过来死的，伊也捌互恁告我，是恁践行伫恁中间，趁即世间的风俗，甲空中掌权的君王，就是现今运行伫悖逆人的迄个神。其中，阮前也拢伫阮肉体的需要伫行做。趁肉体甲心内的意思，生成是最通受气的，亲像别人一样。总是上帝的怜悯真丰盛，为着伊疼咱的大仁爱。当咱对过失已经死的时，就互咱甲基督同活，恁对恩典得着救。以下讲道，请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咱看清楚，是我、恁、因、阮、咱、你。时间交互牧师。我先来提醒咱一个，因为以前耶稣的时代无印刷术，所以圣经拢用抄的，所以有真侪古的抄本，其中抄本有的有一句，有的有减一句。今仔咱读的台语圣经，路加55章55啦，是讲耶稣活转身责备雅各甲约翰了，大家就去别个乡舍。总是有一个抄本，伫责备因了有加几句话吼。你若看和合本的圣经，这加几句话伫和合本的副注管顶遐有写。耶稣活转身责备雅各甲约翰，甲因讲。恁的心知样，恁家己毋知影。人子来，毋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有加即句，然后因就去别个乡舍。所以有时咱看无共款的圣经的抄本，会对整个的即个代志的经过会更较清楚。所以互咱知影即个耶稣的责备后壁迄句话也真重要。咱来了解咱的心到底怎样。是毋是亲像主耶稣一来是要救人的性命，毋是要灭人的性命？这是咱做同心来祈祷。至诚的爸，阮感谢你，伫你听的吸引下面，愿正上帝百姓对四面八方组织伫即个至圣所，要来朝见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来服侍君王。主，感谢你，诚做阮的救赎主。阮是生做通受气的，若是上帝慈悲怜悯真丰盛，
就伫款抑个做上帝对敌，抑个做罪人，抑个做通受气的时，你就用主耶稣基督来担当阮本来应该担当的罪过，互阮通过伊，搁一届甲上帝搁好，成做上帝囝儿会通得到主你所应允迄个倒转去爱的乐园，永远活命的福气。愿感谢你，毋茫今仔日，阮伫你的面前的学习，会通成做阮的帮助。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今仔日即个题目有较特别啦吼。我想即个咱知影，这叫做代名词啦吼。你我他拢是吼，英语就是代名词。我大概要讲我袂讲我的名，我都我安那吼。伊你我他拢是吼。即个拢是一种代名词。代名词毋是讲单数，代名词也阁有复数，有时嘛有分即个第一人称。我是第一人称，你是第二人称，伊是第三人称。有时头先咱咧讲的题目内底，恁这就是变做第二人称的复数吼。所以今仔这个题目，我先互咱大家知影，大概这个代名词。所有语言的代名词不太一样。可能我特别强调一项，咱华语讲我们加一句我们都通称，总是台语的我们有两种的讲法。我们台语一句讲咱大家吼，这个就包括所有人。总是恁是讲这个代名词大概安尼，咱看一下吼。第一人称有一寡单位口音会讲阮啦吼，阮汉语甲写做阮，总是今仔日即个阮，我要甲换做复数吼。阮毋知影啦，阮安那，有个人用阮，大部分咱拢讲我，这是第一人称的主词。恁是第二人称，是复数吼，恁大家若无我就讲你尔，我袂讲恁是复数的。第三人称因这个也是复数吼，因都安那想这因是甚物人安尼？阮就是第一人称的复数，总是阮阮就要去车头，阮要去车头，无一定包括你呢吼。讲咱要去车头，咱才有包括你，所以咱嘛是第一人称的复数。咱做伙来去动物园，咱就包括你。所以这是真特别台语的一个代名词，阮甲咱吼。然后咱讲你，是神字旁的他。咱知影这伫咱圣经也是咱咧讲的中间，是咧指上帝。所以有时讲阮，也阁有一个情形，咱会去用到阮兜、阮某，这是咧代表我咧讲的迄个甲我的关系。阮妈妈好像有点所有格吼。阮妈妈毋是恁妈妈啦吼，是我的妈妈啦吼。所以代表这种的关系。所以今日咱这个题目大概拢是这种代名词，主要是要引入，今日要甲大家想一种关系。头先咱来讲你，对有信仰的人，你是所有一切开始 ，the first。第一项第一因，一切这个世间万项事的开始是为上帝伊无时间无空间的限制，伊是永恒的。所以对有信仰的人来讲，你是上重要。所以照创世纪来讲缘起头，一切拢抑个混沌无的时阵，无空间无时间的时阵，上帝这个你创造天甲地，然后伊创造万物，创造男，创造女。所以这是一切关系的开始，为上帝，你也是咱用神字旁的他，为伊开始有这个空间，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大自然，有一切有我。所以这个是一切关系的起源，是为上帝来开始。然后有上帝了，才有我。这对有信仰的人是安尼相信，咱毋是为狗变的，咱毋是为这个进化论来。是上帝特别的意义来创造我，咱开始有产生这种自我的意识。咱会想讲我是甚物人？我对我家己本身，
我甲我的关系有和谐无？有时咱甲家己的关系若无和谐，精神的错乱啊，有忧郁各方面的代志会发生。然后你会想讲，我伫即个世间，我甲万物啊，甲上帝到底什么关系？会产生真侪迄个 connect 迄种关系起来。然后上帝创造万物，创造亚当了后，伊讲啊，人家己一个人啊去面对无法度通甲伊沟通，啊对上帝是搁较悬的存在，对万物迄个是比咱较低的存在。我需要创造一个帮站的，甲伊做伴来匹配伊，所以也就有校外产生。所以上帝一开始就将亚当放伫家庭的关系内底，啊，这嘛是咱活伫世间第一个关系。一个婴仔出世，伊出世伫即个家庭，有时夫妇也诚做咱最初的人际关系。啊，即个囡仔，即个家庭是安怎甲伊教育，安怎互伊成长的？啊，即个会影响伊将来伊甲其他万物，也是甲其他的人的关系。这是咱上头最初的人际关系。所以咱是活伫关系中，咱是活伫即个关系中。咱对各种的关系内底去定位别人。哦，某人啊，因老爸着什么人，啊因什么人，啊伊是什么款的，啊伊伫倒位咧食头路等等，咱往安尼来定位咱家己，也去定位别人，即个自我意识。啊，咱咧读爱电农园上重要，你第一章、第二章你读的时阵，上重要的特色是迄个关系的和谐啦。亚当甲也未犯罪以前，亚当甲夏娃关系嘛真和谐，伊甲上帝关系嘛真和谐。万物上帝带遐个动物来讲，亚当你甲伊号名，伊甲即所创造的即被造物关系拢真和谐，一切关系没有问题。总是后来迄个关系就开始生变，开始无共啊。即个生变记载伫即个创世纪第3章第4节啊。迄个开始，撒旦有一种的引诱，即个咱最近也定定咧讲。无啦，上帝讲恁莫去摸迄，总是无一定会死啦。啊，上帝是一个万道，即道恁若食迄个了，恁目睭会开，会亲像上帝。啊，即个是真大的优势。事实上，咱家己回顾咱的人生，咱嘛家己一直想要做上帝。我要控制一切。有时咱做爸母的，我嘛想讲，我要控制我的囝儿，我想要叫伊读医学院，就爱去读医学院；我想要叫伊娶即个某，就爱娶即个某。我想要安怎，咱一起要成做上帝，来掌控一切。世间无难事，只怕用心人。只要我有即个心，我一定会成的。啊，这成做咱一生的诱惑。我要掠我家己做上帝，用掠家己做上帝。所以嘛，一句话讲啊，你顾家己，你想家己，你做往家己去了吼，这是真自然啊！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啊！你是真自然的，人人拢掠家己做上帝，总是这个就变做甲上帝关系的冲突。所以以赛亚53章甲53章第6节甲56章的11节，伊讲咱甲上帝关系是，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偏路。我的人生我掌握，我的人生我开创。56章11节吼，大家对各方面求家己的利益，是啦，咱拢会去求家己的利益。啊，这敢若诚做咱人生的一部分。啊，这个开始，这个关系会生变了，毋若敢若甲上帝关系，咱无掠伊做上帝，用咱家己做主了后，咱一切关系都拢开始歪错。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嘛开始变化，咱会变做自我中心。当上帝咧责备亚当讲你是做啥物代志？亚当第一个反应就讲是你互我迄个负责人，你若莫互我迄个负责人，我今仔日袂犯罪啊，我袂安尼啊。伊果子互我就食伊。事实上，亚当伊咧为家己的行为辩护吼，伊是咧指责上帝，也咧指责伊的负责人。
你莫互我迄个负责人，大概都无即个代志。啊，迄个负责人互我他人引诱我犯罪，毋是我要犯罪咧，是其他的人安尼话。后来你看过落去的创世纪拢是安尼。当该阮杀死亚伯了后，上帝问讲：哥哥咧，该阮恁小弟亚伯伫倒位？伊啊理直气壮讲：我毋知影，我无迄个责任啊，我敢是顾守我的小弟嘛？我顾家己都袂赴啊，我要顾我的小弟。所以咱开始变做非常的自我中心。什么代志？诿过推责，拢别人，毋是我。这就是咱啦。咱的情形就是安尼，咱拢是上大的。当然，咱真恶，所以咧看无家己，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代志。人甲人的关系开始生变，毋若即个影响到人甲人迄个私人的关系，伫团体中嘛是共款安尼。伫团体的内底，像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即个学生大家开始讲哇。耶稣，你招12个，招甲遐侪人，什么人上大？什么人会通做班长？什么人会通来领导这个团体？随常伫真侪团体拢会安尼。伫出埃及记的时阵，民数记第16章的时，当时摩西上帝予伊能力，予伊职责，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伫旷野的中间，开始才可拉党有一个党迄个敢若都叫做规球，因就开始伫百姓中间造谣啦吼。因攻击摩西、亚伦讲：恁是来抢权的，我无授权互你呢。对上帝来看，阮逐个拢是圣徒啊。上帝嘛伫阮的中间，我嘛敬畏上帝。恁得到。什么人的授权？写书主歌，搬过耶和华的会众。我们不服你的领导，我们不服你。后来这个民数记你等于才继续看以后的迄种。我想任何的党拢是安尼。伫这团体内底，伫班级伫公司，伫各方面，特别伫政党，咱即马看见，大家嘛要做头。所以咱讲即摆在野势力要整合，讲为1年前开始咧讲到今仔日，什么人要做正的，什么人要做负的，谁也不服谁啊！伫团体中嘛是阮上大，你应该来取笑我，毋是我取笑你。即我甲恁，毋望恁大家支持我、拥护我，我有迄个资格。总是伫咱信仰内底，耶稣对定义、对领袖、领导者的定义，咱今日要选长老执事。在某一个程度，因是咧领导咱的教会，总是因是爱服侍做正人的奴仆，是做正人的采用的。咱讲这叫做仆人式的领导。所以今日咱选中就是，你愿意牺牲奉献，你才有资格通来做长老甲执事。我毋是爱迄个title，我毋是爱迄个长老哦，听起来真好听。执事、牧师，毋是我愿意伫这个团体内底做志味税来服侍别人。所以 YMCA 这个会训，我感觉从我少年的时阵，就感觉这句非常提醒。讲毋是要去奴役，非以义人，乃义于人。毋是要去指挥别人，你做这，你做这，你做这，就是要成做正人的奴仆。所以我感觉YMCA 吼，伊有伊的会训，嘛有伊的使命。这个使命我感觉伫教会内底嘛真好用。咱知 YMCA 是基督教青年会，是用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我看 YMCA 伊的使命是讲，伫 YMCA 内底，毋望会通发挥耶稣基督听甲服务的精神，结合大家做伙贡献咱的心力，来推动事工活动。来培养灵智体群健全的人格。咱的中执会敢毋是共款安尼？咱的长老甲执事是毋是用耶稣基督的听甲服务的精神？才有心要贡献的人，咱推动活动培养有一个真美满的社会，对教会来讲，
互咱的教会是一个和谐美满啊，迄个基督徒的性格真健全的人格。即个就咱今日要选长老执事的意义。然后耶稣伫遐来做一个实况的这个教学啦吼。即个也趣味咯，甲9章46，伊知影因心内咧辩论是心内伫迄个所在拗念无讲出来，总是耶稣就知影咧，因为是上帝，所以知影讲恁逐个心内拢谁也不服谁，彼得是安那就较大，约翰就爱安那，每一人伫迄个所在拢不服气，所以牵一个囡仔，互伊徛伫身边，甲因讲：恁若接纳一个囡仔，就是接纳我，就是咧服侍我。就是才有资格通来做正人的这个领袖，所以事实上，咱伫选举的时阵，定定咧讲总统还是这立法委员这行政首长阮的头家是百姓啦，百姓是阮的头家，拢是嘴安尼讲尔，事实上得到权位了后，马上就变款。领导者耶稣意思讲，你定定爱甲比你较软弱的人放伫心内，你爱去帮助因，去做这个工课。所以，伊为着学生来洗骹，伊的领导是毋是高高在上，是屈落去替人洗骹迄种的领导。为着我接纳这个就是接纳上帝，就接纳耶稣基督。伊讲：恁正人第一美水，伫上帝国伊要最大。虽然人看真卑贱，看即个是罗伯安该去做的，总是耶稣爱咱去做这个代志。所以用服侍主、服侍上帝，不管我伫教会内底做甚物代志，我有迄种，我敢若咧侍奉基督、侍奉耶稣基督，来服侍这至美水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有时咱会感觉人罪性堕落真紧，也许你本来有迄个理想，但是当你得到这个权位的时阵，就马上变了一个款。人的骄傲甲自私，就本来百姓把权力赋予给你，来治理、来造福，总是伊就很容易会滥用权力。我这个权力，我会通安那做，安那做。为这个权力的中间来为家己谋取私利，所以即句话讲绝对的权力，你若无制衡，无人咧甲你看，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因为咱就是带有遮尔大罪性甲自私迄种的人，所以伫团体中讲要看无家己真好讲，真难，真难，咱无法度看无家，这一世人的功课。保罗嘛一直咧反面伫初代教会可能嘛有真侪遮个问题。伫教会内底我搞甲即个较好，就会结党，就会遮个迄落。伊讲伫教会内底，伫基督徒的团体内底，毋通求迄个空空的荣光，荣光爱为上帝来。所以咱70周年，咱的题目就站立得稳，得着荣光。毋是咱得着荣光，是上帝得到荣光，将伊的荣光反照互咱，咱才有迄个荣光伫咧。所以大家用谦卑的心，大家人拢有温数。这个人温数弹琴，这个人温数唱歌，这个人温数做行政事务，这个人温数各种的温数，看别人较赢伫家己。我毋是干顾我家己就好。上帝甲咱放伫关系内底，放伫教会内底，放伫咱的家庭内底。我嘛捌听过真侪迄个家庭，迄个男主人，迄爸爸足顾家己咧，伊拢敢顾家己尔，敢一个月几千箍厝内代志太太去料理，敢若其他拢无伊的代志。教会内底毋是敢若甲咱家己顾好，顾别人的，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所以伫团体内底。伫人生的中间，看无家己是咱需要时常来提醒咱家己来努力的。过来咱讲，阮甲伊啦吼，这段圣经多刷落去。
约翰，耶稣学生约翰，咱讲伊是听的使徒，事实上伊是有真大的改变。即约翰以前脾气足歹的，伊也真自我，所以甲耶稣讲，阮看见有一人吼，伊用你的名咧赶鬼，所以阮甲伊禁止，因为伊无甲阮对立啦。耶稣甲伊讲无得禁止，伊用耶稣的名去传福音，有啥物毋好？有啥物毋好？咱伫迄个所在助他成功，来帮助伊，无攻击恁的，就是为着恁。所以有时咱门户之见真重长老教会是主流教会灵恩派，敬拜赞美，阮才是正派，因是山寨，因甲阮无共国的。有时咱真容易用安尼，讲起来敢若是你主流教会才是得到迄个耶稣基督的代理权了。毋是，大家只要咧传主耶稣基督福音，不管你什么，伫尊重的中间，伫互相鼓励中间，福音会通广传。所以有时咱常常用自以为意啦吼，掠家己，别人拢是错误的，来排除异己。我咧准备讲台时阵，感觉讲随上人生有一寡咱与生俱来的吼，这毋是咱人选择的，总是拢咱的罪性，互咱对真侪代志有歧见吼。耶稣拄着这个代志，伊受指接上天的时要到，咱知影伊为加利利要行到耶路撒冷，爱经过撒玛利亚地区。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为着历史的恩怨啦，有足侪大家互相看袂起啦。敢若伫美国黑人甲白人历史的恩怨、种族等等遮的，所以要突破迄个种族迄种的偏见真少。咱知影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来往，所以当迄个伫古市边撒玛利亚妇人人，伊真 surprise 讲你犹太人，你阁是个查甫人你哪会甲我讨水啉？他觉得本来咱就是爱划清界限的，总是耶稣无即种的门户之见，咱需要也开阔咱的心界。咱带着历史的原罪，今包括咱直接讲，咱今仔日做一个台湾人甲中国迄种的牵扯不清的历史渊源。咱敢若知影讲，一起来讲迄甲无共国的，迄是歹人，迄个是敌国。真侪时阵，咱去承接即个历史的即个恩怨，所以家己不自觉，家己认为讲，非我族类，我一定爱诛杀。所以，阮才会拄着迄个唯一有枪击事件，无人捌伊，就因为甲你无共款的种族，甲你无共款的意识形态，伊就要甲你除灭。有时莫讲别人，咱家己有时莫安尼。咱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总是咱来突破遐。伫迄个所在，互咱的心搁较宽。耶稣讲，伊嘛是上帝的囝儿，伊的心比咱搁较宽。所以咱无奇怪讲雅各甲约翰，因讲这个人真可恶呢。主你要去耶路撒冷，伫遮你竟然无甲交代，你有能力你叫天火来甲因扫灭去啊！这人太可恶咧，为什么看轻咱？所以咱知影这两个人吼，约翰咱讲爱使徒，其实主要所甲因号一个绰号叫半年期啦吼，半年期迄音翻译的啦。我这两个女仔囝脾气真暴躁。总是后来你看伊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后来有真大的改变。所以敢若感觉到受到侮辱，和撒玛利亚人往安尼对待，这是极大的侮辱，我一定爱讨回公道。所以今仔日咱恐怖主义会安尼实行，就是为着安尼嘛。咱甲因无共国的无可能做伙。
所以这恐怖分子因感觉讲我是咧替天行道，我叫天的火来甲你照灭，恁这的人拢是应该死的。咱甲因，咱无共款意识形态的人，咱怀抱着什么款的态度？耶稣讲：省察恁的心，省察恁的心，因为伊毋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用那毛迄种的门户之见，伊安尼，上帝找伊去对外邦尼尼微敌人来传福音。啊！得到大成功，尼尼微城规城的人拢悔改，啊！伊家己本身就感觉大受气。啊！上帝，你毋是讲要甲伊灭掉？尼尼微城规个遮的人毋捌上帝，就是因为因的悔改，上帝赦免因留因的活命，逃过上帝的刑罚，为着安尼，用那煞大受气。我这人性啦，吼，人性。今仔日如果讲咱用安尼来讲，如果中国是咱的对敌，啊咱就咧看上帝天的火人甲因灭灭，啊伊若大兴起的时阵，咱的心内真无欢喜。这是咱真狭隘的心，避免用咱家己做中心。上帝对世间人有因的看法，所以用省察咱家己的心，用耶稣基督。讲恁的心知，恁毋知影，我来是要救人的性命，毋是要灭人的性命。所以约翰一书，这后来这个约翰伊有感受到，伊伫约翰一书3章20节21节讲，因为上帝比咱的心较大，咱的心真愧疚，也无所毋知。所以兄弟啊，今仔日咱要去批判人，要去责备人，要咒诅人，先通过我们心里这一关。你的心若无责备咱，你就会通面对上帝，就咱的上帝有好当，你就不会愧对神。咱来省察咱的心，伫迄个中间，所以抛开门户之见，也所以道成肉体做一个犹太人，以后世仇撒玛利亚人安尼来对待，对他来讲，伊知影这个是一种历史的原罪所引来。伊完全无感觉讲受到歧视甲侮辱，嘛无想到讲伊要报复。所以主讲，若是我甲恁讲对着恁着听因，甲恁无共款的人，咱爱尽力来包容甲听因，困着恁的替因祈祷，真难啦吼。总是安尼才会通诚做天呢爸的囝。恁看上帝心，伊的日头起来照歹人，歹人是你敢毋咧咒诅上帝？总是上帝嘛用雨水、用日头来照义甲不义的人。伊若无讲价，就是为着恁。所以咱学即几句，咱家己本性是我要做大，总是咱是毋是咧学习耶稣基督讲看无家己？我愿意牺牲我家己的利益去听人。有时伫团体内底，恁大家拥护我哦，爱拥护我，互我做大哦。总是咱是毋是来学习？上帝摆伫咱周围遮的人，不管是你的太太、你的囝儿、你的遮亲人，是我服侍，是我爱学习，是我爱服务的对象。有时咱自义到一个程度，我才是正统，我绝对袂毋对。总是是毋是会通去学习？甲咱无共款的人，甲咱共款的人，咱做伙伫迄个所在来甲因结连起来，做伙来努力。因虽然甲咱无共国，虽然伊的想法甲我无共，我尊重，我搁较尝试去了解为什么因会安尼想。若是阮想要报复，总是用警醒我家己的心，知影人主来是要救人的性命，毋是要害人的性命。对上帝嘛是共款安尼。对上帝，咱用咱家做主体，上帝，我敬拜你，就是你一定爱祝福我。也是咱谦卑讲，你是主，我要敬畏，我要顺服，我要信靠。
我想最后用这段，咱也袂讲到有数2章1节到第5节，是真趣味的代志。你注意甲看伊的代名词，真长啦吼，大概真紧哦。讲恁兵所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即个外邦的教会、外邦人讲的话。伊讲恁毋是犹太人，恁是这外邦人。恁兵所对恁的过失、对恁的罪过来死，总是伊互咱搁活。是因为恁前行伫迄中间，趁世间的风俗、价值观，顺趁伫空中掌管这撒旦魔鬼，总是现今运行，就是现今运行伫背个人迄个神，常常被诱惑，常常被去做这个上帝无欢喜的代志。保罗甲伊有所教的兄弟姊妹咧讲，伊讲其中阮以前甲恁共款的，其中阮前嘛安尼呢。伫肉体，虽然阮是犹太人，虽然阮是上帝百姓，总是阮嘛是照阮的需要咧行，趁肉体甲心内意思。所以你甲我，咱共款拢生做通受气的，无啥物无共，拢共款拢是罪人。总是上帝人民真丰盛，为着伊疼咱，伊毋是甲疼犹太人，伊疼以弗所，伊疼咱的大仁爱。所以你甲我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这外邦人，咱对咱的过失已经死的时阵，上帝互咱平平领受恩典，甲基督同活。所以保罗咧讲啥物？伊咧鼓励外邦人，伊咧鼓励上帝对世间人普世的疼。以前恁是安尼，因为恁毋知影上帝，毋捌上帝恩典，趁世间的风俗。阮以前甲恁共款。犹太人甲恁共款，上帝选民甲恁款，嘛拢趁肉体需要咧行做，所以咱拢生做通受气的，咱拢生做甲上帝断绝关系，总是上帝里面伊疼咱，伊疼你甲我，疼即个无值得伊疼的人，所以咱对咱的过失应该面对死亡的时，互咱甲基督各活，即个救恩。是对所有的人愿意接受的人，伊疼咱，伊疼咱即个无值得伊疼的人。所以今日来讲，上帝是一切关系，对基督徒来看是一切关系的源头。如果咱亲像肉送干，你来干伫即个关系，那会通真好势，其他的关系就会好势。所以关系源头，我知影咱即个读书会咧读迄本《Purpose Dream Life》目标导向的生命。最后咧讲的是，上帝是咱今仔存在的理由。所以伊是源头，我校正我甲上帝关系若会死正了后，我才会知影我今仔存在的目的，我今仔存在的意义，我有啥物款的目标要去努力。我嘛知影，上帝是将伊创造的万物，将我的家庭将牧养教会这个责任托付我，我是一个管家。然后我嘛知影讲要安怎甲人相处，伫团体中扮演好我的角色。诚做萝卜，诚做替人洗骹的，耶稣基督是咱上好的模范。主讲来对我学，互一切关系会通来试正。咱就用这个金句，是腓立比书一直甲咱讲，像耶稣基督有这种的权柄，总是伊愿意到一个程度，就是替咱死伫十字架顶。这段圣经咱真熟，咱做来读吼。伊本为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平等，作为所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取萝卜的形状，成做人的样相。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家己，顺服到伫死，甚至死伫十字架。腓立比书2章第6节。咱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伊本来是高高在上，总是伊遮尔谦卑，咱也伫这个中间来学习这个款式，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通过今仔日阮做伙想，你是阮一切关系的源起头。阮若甲上帝关系会通搁较细正，阮甲家己，阮甲其他的人，阮甲万物。阮伫团体中，阮伫任何一个场合，
就知影，阮就安那扮演好阮的角色，来亲像耶稣基督的款式。主啊，阮愿意学习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虽然阮知影即个是真大的挑战，总是阮望对拼空家己，做阮一生努力的目标。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真多谢谢牧师吼，对于咱大家真好的勉励。咱三个来吟圣诗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坐，请咱准备咱今仔日奉献，咱请北光执事甲高雄执事两位。
请坐。以下来报告，欢迎今仔来大家来参加礼拜。今仔日咱礼拜中连面有秋季的好会，要补选任期届满的长老甲执事吼。咱教会有准备中餐吼，若要先离开的兄弟会当甲同工摕吼。毋过请咱大家尽量会当留到最后。第二项，咱今仔日是咱教会宣教基金的奉献主日吼，咱设立教会设教40周年吼，咱嘛是爱传福音吼，所以咱9月17号是咱的宣教基金的奉献主日，请咱大家做伙来关心。第三项吼，咱亚华礼拜后礼拜9月24号，咱是亚华礼拜哦，请咱要坐游览车的兄弟，伫7点45分来教会报道，领名牌手册，8点爱出发。另外，咱若是家己要驶车吼，一早起9点爱到中立的亚东剧团吼，地址伫下骹吼。咱是差不多5点半会转来吼。咱即摆有120个人报名，有3台车。第一场的华语礼拜吼，后礼拜暂停。袂当参加亚华礼拜吼，咱10点半嘛是有礼拜伫咱拜堂吼。咱主日学甲亲子礼拜嘛是暂停。第5项吼，咱第4季的时间有定表，请咱团契甲逐项活动的聚会会当交互办公室吼，伫9月23、8、6进行。具体的关心吼，咱真恭喜吼，陈汉甲勇士吼，9月初5安产得一女婴吼，真平安。恭喜陈汉勇士会当升级做爸爸妈妈吼，最甜蜜最幸福的负担。恭喜咱中医长老甲长老娘会当升级做阿公阿嬷。告解消息，9月初9北中妇女的干部选举，咱的陈秀玲会长吼，咱选到咱的大区的会计，徐国兰姊妹吼，会继续咱做东区的区长，恭喜。第倒事项，请咱为着后礼拜的亚华礼拜，甲咱今仔日的选举来祈祷。以下临时会的时间吼，咱牧师先看要介绍无，过来就时间交互牧师。OK， 我先代表教会欢迎咱可能有几个吼，我这是无啥资料吼，欢迎咱大家今日来做礼拜。咱马上要进入伫好会吼。毋过我特别爱介绍这精神可嘉吼，这李承翰甲胡永琪新手爸妈，几工前10工、12工前来欢迎，也咧做未来就今仔日就来做。baby 也无投票权啦吼，歹势。好，咱真欢喜。看来咱如果你的会员节也无伫遮吼，我那欢迎你留伫遮来看长老教会咧安怎运作来选长老执事吼。拜托帮赞的人先甲物件用好势。我来宣布一个吼，确定我分票的时阵，原来会阁问一届，如果你是会员无点着名无摕着票，我会甲你问吼。咱今仔日咱教会即马吼。有在职伫咱教会拢总295个啦吼，人真多吼。总是伫今仔日要开会中间，有人出国，有人破病，有人久长聚会无来吼，不可抗力的也是去当兵，咱减掉26个，所以295减26应该269个。你若看咱的周报内底，咱的法规出席爱过半数才会通调好会，所以咱今仔日晨会的人数应该是135个，总是到头阵点名吼。今仔日有出席的会员拢总184个吼，所以咱已经盛会吼，请咱用拍鼓来鼓励者。好我要请咱大家，咱吼环境因咧无用，咱先做伙同心来祈祷，好无？吼！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南门设教70年，逐世代你呼召你家己的工人，你的奴仆甲女婢，伫因的世代尽心尽力
来服侍、来敬拜、来起造教会。但已经经过70年，咱们教会进入伫新的时代，主阮犹原需要有一寡上帝咧呼召出来的人来料理教会不管伫传道、教育伫服务、伫财务各方面、社区服务这个代志。主阮逐个人拢知影，阮实在是无够资格。阮亲像摩西，亲像撒母耳，亲像亚利米，拢感觉阮抑阁经验真少。总是上帝你的呼召，你的调命临到阮的时，阮知毋是阮有偌大的能力，是阮是毋是有迄个愿意的心。因为所求的关键的，就是爱伊尽忠。主，阮只要有一个尽忠的心，上帝你通过用选举的方式，正人认为某人适度来伫阮的教会来服侍，来做阮的奴仆，就上帝圣神帮助阮选出下伫上帝心意的人。阮将今仔敬拜仰望伫你的祝福带领下面，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好头先我有讲吼，我即摆过落去吼，照咱的法规吼，每一种的选举顶多可以选举3次啦吼，3摆吼，3届若选袂出来，就袂当搁选啦吼。所以咱选票有分做3届我来拜托中级来分。我即摆要分的第一个就是长老第一次的选举吼，长老第一次的选举。虽然咱即摆有184个出席，总是后来咱要计票是用发票数吼，有个人检查已经先离开去吼，所以咱用发票数的过半数吼，就是当选这拜托这帮山的人，第一次的选票吼，如果也袂得啦，迄个。如果你是会员，你确定若无选无摕到票，你互我知影者吼。好，迄拢总220张，所以一份10张，1份10张，220。然后你先迄落，咱事先准备220张的选票，所以咱今日出席上侪嘛，才用184张尔。所以拜托咱，这是长老选举的第一次。好请咱看周报吼。请咱看下，你嘛才选的吼。我即马要请咱5位长老的候选人来头前，互大家知影，因为咱人较侪，有的人名甲人斗袂出来吼。所以咱5位长老的候选人，请你即时先起来头前，互大家知影是啥物人吼。石伯刚，拜托我们照姓氏吼。你要坐最左边哈倪正雅、陈秀玲长老、刘兆宏，你徛头前，大家观点较好看，起来观点的台。陈秀刘兆宏有一只赖素伦今日无法度出现吼，所以赖素伦无一只，咱总有5个，你即马选票摕到。请你对这5位内底交2位，我们要选2位。如果你若交3位，就变废票。所以5位内底交2位，拜托咱就用打勾，用什么方式？只要表白清楚，我们圆圈打勾打叉，只要在栏位上表得很清楚，我们都算好，多谢咱大家看好吼，这5位是今仔日多数人无出现尔，剩咧。请咱知影石伯刚倪正雅、陈秀玲因拢捌做过2任的执事，所以他们有资格备选吼。2任的执事做了，因就资格受选。所以5位内底，请你交2位请回座，谢谢。好，你即马摕到的是绿色长老的选票，要袂摕到，请举手，或者帮助；要袂摕到，请你举手。来，拜托分这边遮老丁，把你举管一下吼，你看看，长老2位，老丁较侪人去帮忙会使袂？老丁
咱的选务工作有3组啦吼。如果你若已经楼顶还未摕到的人，要人无摕到，拜托楼顶阁有人去哩好无？选票，楼上还要选，楼顶要人无摕到。如果你若选好，就会通投。那一边后面还有人没有拿到，是安咱选咧分选票的人才少，有没有人可以来帮忙？遐拢也无，后壁拢也无咧。看下咧分票分配较平均者，好无？后壁拢也未摕到，拜托。没有票，还没有拿到，我们有220嘞。是嘞，还有人咧分票无？咧分票的人，快拿一些到楼下，楼下比较多人没有拿到。现在明安先到楼下的人。选票是1张尔，楼骹还未摕到举手，楼骹还未摕到请举手，没有拿到绿色第一次选票的。啊，不好啦，慢来。OK， 好，要人无摕到选票无？最后一次问，要人无摕到选票无？好，无分完的选票，拜托你摕转来给张牧师。我们要算花了多少票，你要算看卖。你算讲拢花了多少张票？好，无发完的票，请你收倒转来。要人无摕到票无？好，楼顶已经到了的人，请你拜托收票，好不好？要用回来可以收票的。楼下需要人帮忙收票。是的，大家拢有摕到票，拢有到了无？有到到的无？OK， 所有票都收倒转来无？你手中还阁有绿色的票无？都收了哈。好咱有3组吼，因为伫边仔去统计吼。要过半数，5位选2位。你就伫迄个所在，把它摊开，你们就在这地上，就在这里把它摊开，你较先洗干。阁问最后一届吼，还未摕到票的人请举手。第一次长老票第一次，大家拢交未？大家都交了吗？好，大家都交了。OK， 好，后来即马咱今仔日的发票数是即马第一届的发票数179，所以咱用179过半数就当选吼。最高票的就当选，179的一半是多少？91票哈，91票就当选哈。如果没有，我们再进行第2次。多少票可以上？179，90票就可以了哈，90票就可以了哈。蛋姐，如果我们等一下要第2次的话，我们来统一哈，拜托迄个开店。张乐小可楼顶楼骹分票，互因较平均。姜牧师现在是第2次的，你先准备一下，来第2次。
开定吼，开定我们效率较好的时候，拜托你第二次发票了吼，无所有人还未摕到以前，你卖回收啦吼。我们要收票一起收吼，到时候我们收票价格一起收，卖讲有人咧还未摕到票，有人已经咧到，啊你可能较清楚吼。啊，长老选举第一次发票179，90票就算过半了哈。是不是就直接就算就单组就算，单组就花下去，让他们去算，看看这样去画几个。没有用过，我们知道没有用过的在那里。你们现在直接在这里以后，等一下他们在那里要有人。好那一个哈，迄个即马咱有3组要计票了哈，那咱拢请人啊，拜托迄个3个长老不现任的3个长老哈，拜托你们监票，三个长老再往旁边看一下哈。这个就错了，这没有13。1、2、3、4、5、6、7。好。咱头先发票179了吼。总是回收，我们老到179了。不过咱用发票数再算哈。用发票数一定要90票以上，回收可能搞不好没有到179。不要紧啦，就3个人。这个10。OK。迄个较定咧发票的时阵吼，除了青年以外吼，拜托迄个不是候选人的执事，现任的执事，我要出来帮忙一下吼。较侪人发较紧啦吼，较侪人发较紧。较定咱要安尼啦吼，我们第2次要发的话，我们都要发完以后，马上统计我们发了多少票，然后再请你。因为这真简单啦，再高一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收，较袂安尼乱，要人咧发票，有人咧收啊，会乱掉，我们就统一的动作哈。看来拜托技术，不是候选人的技术，拜托你出来到帮忙一下哈。你若到无代志，你小可看一下咱今仔日周报内底长老教会的法规吼。法规也趁这个机会鼓励咱，什么叫做会员节？会员节就是成人洗礼了后，不管你伫别个教会洗礼，你会把你的会员节转来咱们教会，我们就算是我们教会的。你后摆搬刷去别位，我们会把会员籍那一边申请，我们就会上过去所以。咱教会即马有会员节的290几个呢，总是咱礼拜超一半数尔呢大家要继续努力一下OK 他说忙中有错，咱发票各增加2票回收。我们花了181票，回收了181，所以要92票才能够才算过半数他们分3组咧唱票，拜托每一个长老来一个小甲因看一下，伫边仔甲因看一下，迄边遐搁一组，遐搁一个组。你们就看一下伊若唱完就收起来，唱完再走。我顺便讲今仔咱的书记确诊啦，即摆还佫会咧确诊，所以咱活人爱小可注意一下。胡宗阳本来
本来今仔日伊也来主持啊，要确诊啊，我望真紧就会好起来吼。啊，大家嘛较注意一下吼。政治下较水咧，看来恁不。字要写小一点，然后等一下没有地方写。赖硕的一票，黎正雅一票，陈秀玲一票，黎正雅一票，赖硕的一票，史国刚一票。后礼拜咱要去野外礼拜吼，拜托咱大家伫7:45以后，咱就来教会吼，迄个咱会做名牌馆顶有。咱有3台游览车，所以你会知影你坐第几台游览车。迄个名牌馆顶，咱有12桌，咱有120个要去佚佗吼。所以食饭有12桌，所以你的名牌馆顶也有讲你是第几桌吼。所以你先来领名牌我们8点过时就不候了啦吼，8点准时出发，咱教会。张牧师继续伫即个所在，咱游玩要有礼拜吼，而且大家穿较轻松的啦吼，穿较轻松的即个行程毋是真长我特别吼先预告一下啦吼，我筹备的时候一直在想讲敢在准备早顿啦吼，想讲早顿足歹准备啦吼，而且吼要100几分吼可能准备早顿，就还阁准备啉的吼，所以到尾决定讲袂啦，袂，所以咱得厝食饱。毋过吼，忽然间，秀琴姐毋知有伫遮无哈？秀琴姐讲要请咱食迄个红豆包啦吼，红豆包所以咱伫3台车馆顶，秀琴要请咱食迄个，食迄就会饱啦吼，食迄就会饱。所以7:45，请你来教会领名牌以后咱每一车拢有一个车长，一台车拢超37个人，咱就43人坐的车有37个人坐安尼行程如果家己开车的吼，家己开车的人，我今仔周报有写第一站是伫亚东，迄地址恁家己直接9点以前到。9点以前到亚东剧团，过落去到遐的时阵，我就分手册互恁。下一趟食饭要伫什么所在？落去龙潭龙会要买物件伫倒位？迄个主旨手册上我会到时分互咱大家吼。所以你敢第一站要去亚东剧团，9点以前爱到吼，9点以前爱到。咱发180，收181吼。不一定，因为有的人会只缺一个，所以没有用。6、8，要一个一个算。
那就60了，120吧，不要超过，这样应该是没有超过，啊。OK， 好 ，OK。他昨下咧讲吼，因为咱5个选2个，总是有几张票吼，他只有勾1个人，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每一个加起来刚好181哈，就是因为有一些他只有勾1个人的哈，所以这个我们大概就知道一些票数。后来，好，你们就先到旁边。我们第一组的这一边哈，倪正雅42，石柏刚33，陈秀玲、赖硕仁14，刘兆宏10哈，这一边的第一个票数是这样子。另外一周就倪正雅这边35，石柏刚33，陈秀玲14，赖硕仁17，刘兆宏7哈。19，拍谁？19号，硕伦19号，所以好，我们35，好。拜托，迄个将魔术统计一下吼，倪正雅师傅，这每真感谢上帝啦吼，咱拢有这兄弟愿意出来侍奉吼，来。到处理教会这代志来迄落吼，唔知有人过90，181爱92吼，有没有人过92？张牧师。倪正雅，因为还蛮明显的。过轮了，这个我算对。好。OK 咱发票780收票781吼，我就从第一个位吼，石柏刚的得票数是107，倪正雅是112，陈秀玲43，刘兆宏24。赖硕伦50，所以我们第一次就过了。咱请2个当选的，咱来给拜托起来。2位当选了，正雅在楼上哈，还有博刚，石柏刚哈，来少年的丢乐，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正雅哈，那都拜托您以后多帮忙。那咱今仔日选出张乐技术11月初5要上任吼，1任4年然后4年哈，这个等一下讲。那我们现在来进行技术的选举哈，第2次、第3次长老就不需要了哈。那第2次技术，我们有11位候选人是顶边预选的时候大家推荐出早一年咱要选7位哈我提醒一下技术选票来对还有倪正雅
他就不能被选了哈。所以变做剩10个内底选7个啦，吼，10个内底选7个，结束的第一次。啊，拜托咱较侪人分啊，楼顶啊，大家摕到了后，10个内底，正阳你不要再填了哈，10个内底你勾7位哈，勾7位，啊，我们慢慢想啊，先不要收票哈，我们把发票数都花完以后，咱再来看发偌济啊，我们再来收票哈，你也使听啦哈，可以开始勾选你认为合适的人。但是我们先不收票，啊，拜托咱第一次接触的选举，第一次的选举，啊，10位里面选7位，那我照往例哈，我要请这10位接触好选民也来站到台前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哈。来拜托林博化。林祥宇、胡匡瑞、陈秀玲哈，这个是会长的陈秀玲哈，陈旭哲、陈振宇、陈小文、杨嘉欣，啊，叶弘一今天没有来哈，啊，跟刘兆宏，请我们这10位，拜托来前面啊9位了哈，叶弘，拜托咱来讨钱好不好？迄个小文老师，啊，博化、匡瑞、秀玲、旭哲，哎，咱徛起来管店，大家靠款。我们照这个次序哈。啊，林博化在吗？林博化有没有人可以叫一下？博化有没有人可以叫一下？请他来一下。啊，嘉欣，来，博化来了吗？旭哲，我们照这个周报的次序。啊，你这组选票要未摕到，请举手1楼。还没有拿到黄色的直视选票，楼上有没有人没有拿到？楼上大家都拿到了吗？好，那我简单就看看。啊，你们等一下，给你们哈，林祥宇啦哈，啊胡匡瑞哈，你们名字要不要？秀玲、陈秀玲、旭哲啊，陈振宇啊，陈翔啊，陈小文哈，啊跟杨嘉欣啊，博华嘞，林博华伊拢伫主流咧服侍，啊还有叶弘一今仔日请假哈，今日有开会没有来，所以我们就从这10个里面。勾7个哈啊，也要过半数。好，谢谢你们啊！你们还没有拿到选票，那个没有拿到选票，他们几位还没有拿到选票，拜托，还没有拿到选票的人，你们几位，还有谁没拿到选票？还有多少人没拿到选票？等一下再收。等一下再收。还有谁没拿到选票？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收哈。老店有人准备要收不？有没有？有都有哈。好，大家都拿到选票了哈。那我们现在开始收票了哈。好，拜托开始收票。这次选举第1届。10个内底，请你交7个。这也是死吗？啊，是的哈，啊，如果你需要上厕所哈，今嘛，啊，如果你感觉腹肚真枵，请你先落去楼骹，因为咱有人有躺在路边吼，袂使枵着。所以如果你若感觉你腹肚枵，需要今嘛进去，请去楼骹上厕所。我们现在在算的时候，
你可以先离开一下哈。需要先去吃饭的哈，咱有准备挂包哈，先拿一个挂包吃一下啊，还有可以先上个厕所来哈。179 ，OK。啊，咱接受第一次的发票179吼，179，看来看咱收偌济回来哈，179，你们就在这里整理哈。啊，我们现在开始收票哈，黄色的选票，接受第一次的选举的选票，要人还未交回来，请你举手，互因去甲你收。都回收了哈，好，那请开始可以在这里，大家第一次的选票要收回来。那个主路学老师唔知道有，咱接受第一次发票179，所以我们需要90票哈，90票过半数哈。啊，咱这次第一次吼179发票179，啊，拜托咱大家尽量留到最后了吼。我看等一下如果不到135，我们就流会了哈。所以大家尽量可以的话，稍微希望1次2次我们就能够解决，因为这个要选的人较多吼，可能会较分散。啊，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解决哈。好啊，我们第一次接受发179，收177，所以177的一半就是偌济啊，89票过半数哈，177票，我们收了177票回来，所以89票过半数啊。来，啊，请张乐来到接受来到。超过是。等一下帮忙看有没有超过8个人。是全7个还是8个？7个以内。7以内。更大于7个。
啊，跟上次一样哈，他做个2张，他做没收掉哈，所以我们花了179票了，还是179哈，那还是90票吧哈，179。歹势哦，咱在场的吼，头先人甲我讲吼，无输你讲落去食饭啊，很多人领了便当就走了啦。拜托莫阁走啊，走了咱就流会啊吼。所以大家为了便当量就走啊吼。咱至少爱135个以上还在场，我们才能够继续选下去，那无就流会。拜托咱如果要你就走去楼骹吼，在楼骹用就会使吼。会使先去食饭食一个啦吼。做些买价离开，我们希望很快了哈，希望很快的能够接。杨毅。
效啊，有效票。这个等一下跟他等一下。
好啊，你说无你就先落去，先下去一下。哎，100尺。咱这次第一次发票179吼，过半数爱90吼，伊即摆咧统计吼，差不多剩了吼，要90票过半数吼。好，好，咱可能要搁进行第二轮了吼，大概不会一次7个都过吼，所以咱可能要进行第二轮，请咱准备一下吼，还在计票当中。好，基本上已经动算了，你第2轮你就不能再选他了哈，不能被没有哈。我现在这两边看到，大家叶弘一、陈小文都已经过了半数了哈。那好，应去统计一下哈。那等一下我们需要进行第2轮哈。第2轮我们就看这一次当选几个我们还缺几个你就如果还缺3个，你就只能勾3个人哈。已经当选了，你就不要再勾，无迄种无路用去哈。你就到时候你不是再勾7个哈，勾了去第2轮的时候，你就只能勾看几个哈。等一下看几个人第一次就过了哈。我看陈秀玲也过了，陈秀玲也过了哈。过90的有杨嘉欣可能。6位再选一个，2选1啊。感谢上帝哈，咱第一次6个过了，所以我们只需要1个哈。好我就直接不讲多哈。胡匡瑞，拜托起来哈。胡匡瑞，陈秀玲，陈振宇，陈小文，杨嘉欣，叶弘一，
好，那我们6个，现在第2次我们只需要选1个哈。那我们这一些剩下的也可以选的哈，我你看哈，林柏华、林祥宇跟刘兆宏3位选1位，好，我们就发选票，你只能勾1位哦哈。啊，还有续折，抱歉，还有续折，4位选1位哈，4位里面勾1位，只能勾1位哈，只能勾1位。你从林柏华、林祥宇陈旭哲跟刘兆宏4位里面，请你勾1位，我们就能够结束了哈。感谢上帝真紧哈，速度真紧，4位选1位。这一次是绿色的选票，4位里面选1位哈。林柏华、林祥宇、陈旭哲、刘兆宏4位选1位。我们现在发绿色的选票还没有拿到的，稍微举一下手，让人知道去倒分。会员还没有拿到选票，请举手。会员还没有拿到，请举手。4个里面只勾1位，只有勾1位。还有人没有选票吗？这里这几位还没有选票。拜托，还没有选票请举手。楼下有，楼上也有一些人没有拿到选票，请举手哈。那你在音空室的人有拿到吗？音空室里面的人拿到吗？有哈。好，那你需要的话，那个郑瑶里面还有人没有拿到。祥林有拿到了 ，OK。好，大家都拿到选票了吗？那我们现在开始收选票哈，大家都拿到了哈，我们来算一下整个花了多少票收了多少票。我们开始收第二次的直视选票，绿色的13给我。我们收绿色选票，还没有交回来，请举一下手，让人知影。好，4位里面1个勾1位。我们看收多少票，再看。其实咱礼拜是还未刷啦这个咧刷了，咱还阁一个迄个足够，咱我们再结束整个礼拜。绿色选票第2次没有交的有没有？第2次还没有交出来的，我们收第2次的选票都交了比我想象的快很快的，咱进行的相当顺利帮忙整理一下。
细则，咱的陈慧文是135，这个写下来。迄个我们晨会是135了吼，我们第2次的接书收了146张，所以要各一堂晨会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反正就4个人最高票的，如果有超过73，如果说4个都没有超过73，我们还要再进行第3次，好，所以大家唔能够照，我们就会签一个指示啊哈。大家卖个走，小可啉来者，可能较紧啊，即摆较紧啊吼，即摆发票146啊吼，所以74票，如果有人过半数就可以了哈。好，你们就赶快来计票了哈。哎呦，我们花146，即摆干那收143，所以当选标准又降低了。143是72票哈，72票过半数就可以了哈，最高的。74。还会痛。国画1票。是体力的问题，伤口。上班。那没事，已经回去过了。算顺利了，就是需要时间，还请你帮我带上。请经理帮我带上。林祥宇1票。这些是废票。票票，还有个100。他是那个一场期有2个。我们请假，我请假催生，我们还管了。那也跟你那时候在一样，这个该做到。我大概90分，这个不要算，够了。
公布非常规的。啊，真的。非常细，非常细。哦。啊，兄弟讲吼，我们还要再一次的。我现在讲一次哈，我们第二次的发票哈，林博化12票，就是林香瑜、陈旭哲跟刘兆宏都没有过，我们花146，应该要74，4个都没有过，所以抱歉，我们还要再第3次，第3次就4个里面，我们2选1，就高票的2个，大家同意吗？最高票2位就选1位，那我们就有保证可以一定选出来，赞成的人请举手，赞成会员，好。那我们就从林祥宇跟陈旭哲之间，你就勾1位，好不好？好这样子我们第3次可能就能够过哈。林祥宇跟陈旭哲中间，请你勾1位希望我们还能够成会，我们一定要超过135哈。所以楼上楼下叫一下哈，如果在上厕所的等等的都一定要拿到，好不好？好，一定要拿到。林祥宇、陈旭哲，我们2位选1位。这一次是蓝色的选票，蓝色选票，如果还没有拿到麻烦举手，楼上拜托发一下。楼上有人去发票吗？楼上麻烦有人去，我们先不收哈，我们现在还不收票哈，先发票发完哈，不会乱了哈。还没有拿到，稍微举一下手。这边都拿到了，这边都有了。好，楼下没有拿到，请举手。蓝色的这里都还没拿到。前面几位工作的人，我们现在还没收票哈，还没收票。2位选1位哈，林祥宇、陈旭哲2位选1位，这里都还没拿到哈。前面如果还有票，请拿来这里。我这里也还没拿到，请拿票。还没有拿到，请，我们还没拿到，这里还没拿到，这里一个，我丢了。还有人没拿到票吗？还有吗？还有票？我也拿一张。一个会议给我。好，还有人没拿到蓝色的选票，第3次选票吗？我们一定要收到135以上才有效。好，那大家都拿到了，我们就开始收了哈，收票了哈。我想你就不要折了，就整张放下来，折的时候我们还要一个动作把你摊开来，你就直接放进去就好了。好，我们开始收蓝色的选票，如果你手上还有。请麻烦你尽快交回来。蓝色选票，好，手上还有蓝色选票的，请举手。都有了哈，都有了哈。好，我们让他很快的就能够计完票。还有人没交吗？还有人没交吗？白长老，右签，1楼有没有人？1楼有没有人？拜托一下。主路学那边应该没有人吧？4楼没有人哈。多谢大家哈，稍微忍耐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知晓了哈。
我们教会哈，因为现在一任4年了哈，差不多每一年都要改选1/3了哈，1/3，所以第4年去年没有选，因为第4年刚好没有人到任，所以今年要选，明年要选，后年要选，第4年就不选了哈，所以一任4年，所以每年都会有秋季的和会来选到任的长老跟执事哈。那我们看看最后一次的结果哈。看我们收票有没有超过135，如果有，我们才能够继续下去哈。发票数要135，所以没关系。4、5，好，这个5。等一下，那个，你们再算一下这个要 check， 因为差距。还有人没有交吗？咱135这个是有一点勉强哦。有没有看1楼有没有人没有投的？这是5张，等一下。我们要超过135才能够。还有人没有投吗？大家都交了吗？蓝色的。我拜托有钱去看。大家蓝色的票都交回来了哈。抽一张。这10张，这10张，这10张，1、2。好。3。我伫遮小可偷听到讲，有可能只有134差1票呢。那如果说没有到135，我们这个就流会了呢。有没有人没有投？有没有人也没有投？你袂使投两届啦吼。有投的就省息啦，没有投的赶快。有没有到135？他们再点一次看看，希望至少陈慧数不要不够。60，这里还5张啊。1。这里5张，这里有5张。6。几张？9。1、2、3。奉献带来这个领看嘛，我看我到底了对不？ 7。那一个。8、9。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
220减89，刘慧，无够。发票131，好，发票131，回收呢？没有吧？啊，那很抱歉了，我们这一次因为只有剩下100，啊，我们一定要135了，低标说今天成为135，如果没有到135，我们现在就流会了，这个就不算了，所以我们收也一定要到135以上。多少？你们再等一次，那不然的。因为这多迄个。系。我咱已经无够晨会标准啊，现在已经没有到135了，所以要超过135。好。是不能在这一次选，你要再召开一次。
13，他发应该是1产1啊。我们从6楼找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差一个会员没有投到的，我们现在差一跳。我们现在只剩下134个报告。哎，都不到啊，都不够。有。对啊，对。OK， 那我们会缺少一个执事因为我们没有达到法定的这个晨会，我们现在已经人不到135个人收回来也不到135，所以我们第3次我们这个时候就留会了所以要不要补选一个执事，这个让小会去决定多谢咱大家大家忍耐到现在，那我们还继续做礼拜我们在最后的拜托一个明安，我们继续做礼拜来。那我们第3次就算留会了好。等一下，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现在有会员才进来是吧？在楼上。2楼的先不要走了。要不要？我们可以这样吗？你这样子，因为好 ，OK， 那我们就让小慧去决定要不要再补选我们就可惜了差一点点。我打算想早讲，大家去那变动的走好，那我们再选出了6位执事了一位要不要补选，我们再让小慧去决定谢谢大家咱继续咱来礼拜咱临时好会继续咱来唱圣诗125首，你标主耶稣。临时了，咱请牧师祝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是咱们教会头，你伫70年前呼召
尽量的萝卜，而且建立这个教会。今仔日愿进入第71年新的上帝用的工人也产生，主恳求你大大对天赏赐智慧聪明，或者受选或者同工愿意亲像主耶稣基督做萝卜来服务人，愿将头前的道路仰望伫主你继续的带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引带，甲咱们教会中协会以及阮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来去摕准备简单的中餐吼，要大家食会使，要倒摕转也会使。拜托小会员请留咧吼，咱伫6楼，咱继续来开一个小会，多谢。